對於政府推出本澳陸路整體交通運輸政策嘅新構想，有駕駛人士認為會為佢哋帶嚟不便，但都會支持。佢哋就希望政府實施政策嘅時候唔好一刀切。議員吳國昌亦都希望政府要設立緩衝期，等業界同埋駕駛人士適應。林靚靚報導。對於政府推出本澳陸路整體交通運輸未來10年嘅政策構想，有駕駛者話會為佢哋嘅出行帶嚟不便，但基於要改善道路交通情況，佢哋都會減少揸車，改搭公交或者步行。第一，本來自己有車嘅人，咁就會覺得即係對於如果要養車成本增加嘅話，多少會有少少意見。但係對於覺得條路成日會塞車啊，交通會擠塞咁啊，其實會多少會有啲幫助。梗係有影響啦，我哋幾部車係咪啊？有㗎，有咁政府都要做都冇辦法㗎，係咪？即係佢話唔揸咯。譬如以前係有2部嘅，咪減1部咯。再乜嘢行路？亦都有駕駛者話經濟未完全復甦，私家車同電單車係日常代步工具，提高稅收、養車成本等會為佢哋帶嚟好大影響。所有嗰啲交通方便咗，啲人就唔會揸咁多車㗎啦。你估揸車好過癮咩？係咪？如果揸電單車，汽車都係啦，你冇地方泊位嘅，你都鬧啊！搞好咗個捷運之後咧，然後再想其他辦法啦，逐步嚟咯，係咪啊？你一刀切咁唔得嘅，你又話限制啲車唔准入口，又話乜又乜，咁你咪變咗炒貴晒啲車。咁一定就唔方便啊！但係咧，你話交通揸緊都好嘅，但係你都要俾段時間人哋考慮下，視乎自己接唔接受到，咁先至採取嗰個措施好啲咯。議員吳國昌亦都認為本澳道路壓力沉重，係時候討論道路政策控制車輛，但需要設立緩衝期，俾業界同駕駛人士有心理準備。要俾所有嘅車主或者未來嘅車主有個合理嘅預期、理性嘅預期，唔好害人哋。即係話無端端突然間加咗稅，咁我冇預計唔好。我哋應該政策上面真係預定，我哋未來係會加重稅，亦都俾我哋車輛嘅入口商、經營商有一個準備。吳國昌話：本澳得益於經濟增長，政府財政上有能力進行全新嘅交通規劃，建議先做到公交優先，再推行行人優先，俾遊客同市民透過步行感受澳門，同時亦都可以令到商機平均分佈。澳門電視台